各位觀眾，歡迎收睇今集嘅節目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非常之重要，關乎你荷包同自由嘅話題，就係北上返香港過關嗰陣，有8樣嘢你千萬唔好帶，否則隨時留案底，罰5萬蚊，仲要打官司。你個袋入面可能就藏住呢8樣嘢，隨時令你留案底，罰款5萬，仲要面對刑事檢控。你冇聽錯，係留案底，唔係淨係罰錢咁簡單。好多香港人以為過關被海關截查，最多都係充公物品，罰幾千蚊了事，但現實係好多違禁品嘅刑罰係監禁，而且係以年計。今日我會同你拆解北上返香港最易中招嘅8種違禁同受管制物品。好多嘢你以為冇事，以為大陸買到就等於帶得返香港，其實完全係兩回事。唔知就中，仲以為淨係罰錢咁簡單，其實分分鐘要坐監。根據入境處統計，單係2025年，香港居民北上人次已經超過8500萬，平均每日超過23萬人。呢個數字代表咩？代表每日有幾十萬人過關，而入面總有一啲人會帶咗唔應該帶嘅嘢。海關嘅檢控數字亦都逐年上升，2025年全年因為違反進出口條例而被檢控嘅個案超過12000宗，比前年升咗2成。呢個數字話俾我哋知，唔好以為海關唔會查你，事實上佢哋查得好嚴，而且中招嘅人比你想象中多好多。喺開始之前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冚埋個小鈴，仲要 tag 住成日北上嘅朋友，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哋，等佢哋都提高警覺，唔好踩中地雷。好，首先我哋要明白，點解過關會查得咁緊。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，對絕大部分貨物都唔徵收關稅，但同時對某啲特定物品有非常嚴格嘅管制。香港海關對入境物品嘅規管主要分為3大類，第一類係違禁品，即係任何情況之下都絕對唔准帶入境嘅物品，例如危險藥物、爆炸品、放射性物料等等。第二類係受管制物品，即係要有相關許可證、牌照或者衛生證明書先准帶入境，例如瀕危動植物、藥物、肉類家禽。第三類係應課稅品，即係超出免稅限額嘅話要主動申報同繳稅，例如煙草同酒類。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觀念要講清楚，好多人以為喺內地買到嘅嘢就等於可以帶得返香港，呢個諗法錯得非常離譜。內地嘅法律同香港嘅法律係完全唔同嘅，內地合法出售嘅物品，例如某些中成藥、電擊棒、大型刀具，喺香港可能係違法嘅。另外，內地同香港嘅免稅額、受管制清單都唔一樣，所以千祈唔好將內地嘅標準套用喺香港海關身上。仲有一個常見嘅謬誤，就係自用就冇問題。好多旅客以為自己帶嘅物品只係自用，唔係攞嚟賣，就唔使申報，唔使理會管制。呢個諗法係完全錯誤嘅。無論你帶嘅嘢係自用定係商業用途，只要係受管制嘅物品，就必須符合相關法例要求。自用並唔係一個免責理由，海關截查嘅時候唔會理你係自用定係送禮，佢哋只會睇你帶嘅嘢有冇違反法例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，唔好再有呢種錯誤嘅觀念。好，講完背景，我哋而家進入今日嘅核心內容，逐一拆解8種最高危嘅物品。每一項我都會用情景重演嘅方式，等大家容易記住，再講解法律條文、後果同實用貼士。第一種高危物品就係超額香煙同煙草產品。我哋先講一個情景。陳先生北上玩咗2日，返香港嘅時候喺關口免稅店買咗2條香煙，諗住1條自己食，1條送俾朋友。過關嘅時候，佢好自然咁行咗去綠色通道，即係冇嘢申報嗰條隊。海關人員截停佢，打開行李一掃，2條香煙總共400支。陳先生好愕然，話：我俾錢買㗎，又唔係偷唔係搶，點解唔帶得？海關人員同佢講，根據香港法例，凡年滿18歲嘅旅客可以免稅攜帶嘅香煙數量只係19支。你冇聽錯，係19支，唔係1包，唔係1條。1支雪茄如果多過1支雪茄，總重量唔可以超過25克。25克其他製成煙草。如果你攜帶超逾豁免數量嘅煙草入境，必須使用紅色通道向海關人員申報。如果唔申報，即係行綠色通道博懵，
一經定罪，最高刑罰係罰款港幣200萬元及監禁7年。呢個罰則係寫喺應課稅品條例入面嘅，絕對唔係講笑。而且就算海關選擇唔檢控你，改以罰款方式處理，罰則都已經由2000蚊大幅提高到5000蚊。點解罰得咁重？因為私煙活動嚴重影響政府稅收同公眾健康，所以海關對呢類罪行係零容忍。真實嘅數據有幾嚇人呢？2025年6月，單係一個月就有2854人因為攜帶超額煙酒入境被捕，平均罰款4007元，最高判刑監禁8個月。海關喺各個口岸嘅當眼位置都貼晒巨型海報，提醒入境人士切勿違法。有煙民喺網上討論區分享，話過關嗰陣見到海關嘅海報，真係被震撼心靈，以後再也不敢心存僥倖帶多2包煙返香港。另外，海關亦都曾經展示過一張天價罰款嘅相片，有人因為攜帶超額煙酒入境香港而未有報關，最終要繳付47000港元罰款。47000蚊夠買幾多包煙啊？就算你只係帶多咗1包，即係39支，都已經犯法。所以大家記住，19支就係19支，多1支都係超額，一定要行紅色通道申報，主動繳稅。第二種高危物品就係超額酒類。再講一個情景，張生北上同朋友聚會，喺超市買咗2支靚紅酒返香港，諗住同屋企人慢慢嘆。過關嗰陣，海關人員問佢有冇嘢要申報，佢話冇。結果海關一查，2支紅酒超出咗免稅限額。根據香港法例，凡年滿18歲嘅旅客可以免稅攜帶1升，即係大約1支半標準裝紅酒嘅份量，酒精濃度多於30%嘅飲用酒類進入香港，供本人自用。但係有一個重要嘅附帶條件，持香港身份證嘅旅客必須離港不少於24小時，先可以享有呢個豁免數量。換句話講，如果你只係北上食個晚飯，買埋嘢就即日來回，離港唔夠24小時，你係完全冇任何酒類免稅優惠嘅，即係一滴酒都唔可以帶，除非你主動申報同繳稅。如果攜帶超額酒類而冇向海關申報，罰款最少5000港元，仲可能要面對監禁。海關曾經喺社交媒體公布過一單個案，有旅客帶咗3支威士忌，超出免稅限額2升，結果被判罰款25000元，仲要充公晒啲酒。所以大家記住，一支就一支，1支半就係極限，而且必須離港超過24小時先有得豁免。如果唔肯定，寧願行紅色通道問清楚。第三種高危物品就係仿冒品同假貨。呢樣嘢好多人以為只係涉及知識產權，罰錢了事，但其實後果可以好嚴重。講一個情景，李太北上買咗幾個名牌手袋，價錢平到笑，一個正價幾萬蚊嘅手袋，佢幾百蚊就買到，仲以為執到寶。返香港過關嗰陣，海關人員檢查佢嘅行李，發現呢啲手袋全部都係仿冒品，即場充公之餘，仲要同佢做記錄，話會轉交版權持有人跟進。根據香港商品說明條例同版權條例，任何人進出口、銷售或為售賣用途而管有冒牌物品，即屬違法。如果你帶嘅數量唔多，可能只係被視為自用，通常會充公物品同罰款。但如果帶大量同款仿冒品返香港，例如同一款手袋帶10個，或者同一款波鞋帶20對，海關絕對有合理懷疑你係攞嚟賣嘅，咁就會被視為以銷售為目的。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港元及監禁5年。海關會點樣判斷呢？主要睇幾個因素，數量多唔多，係咪同一個款式，包裝完唔完整，有冇價格標籤，有冇多個尺碼等等。所以你北上買嘢嘅時候要小心，唔好以為平嘢就係好嘢，如果見到價格離奇地平嘅名牌貨，分分鐘係假貨，你帶返香港就等於自找麻煩。第四種高危物品就係中藥同藥物，尤其係含有受管制成分嘅藥品。呢個真係好多人都唔知道，而且中招嘅人特別多。好多香港人中意北上買中成藥、跌打酒、雲南白藥，甚至喺日本旅行買葉止痛藥返香港，但其實呢啲藥品可能含有受管制成分，未經批准攜帶隨時觸犯危險藥物條例同進出口條例。
根據香港法例，帶藥物回香港受進出口條例及進出口一般規例規管，攜帶受管制藥物出入境者，必須出示衛生署簽發嘅進口許可證，違者可被檢控，藥物亦會被沒收。以下3類藥品係特別高危嘅。第一類係含危險藥物或受控精神成分嘅藥品，部分日本感冒藥、減肥藥或強效止痛藥因含有管制成分，禁止帶回香港，否則可能被控非法進口危險藥物。好似 QuickDX 止痛藥含有第一部毒藥布洛芬，屬於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，攜帶入境可能屬違法行為，最高可被罰款10萬元及監禁2年。第二類係含瀕危動植物成分嘅藥物或保健品，部分含有瀕危動物成分嘅日本漢方藥、保健丸，例如含有豹骨、犀牛角、虎骨等成分嘅中成藥，在未取得許可牌照前等同禁帶物品。第三類係含受管制化學品或水銀超標嘅化妝品，含有毒化學品或水銀超標嘅美白膏、祛斑膏等，旅客不應攜帶入境，違者物品會被沒收並須接受調查。如果你只係帶合理自用數量嘅普通成藥，例如每種止痛藥帶幾盒，可以獲豁免申請許可證，但大量攜帶就會被視為非自用。購買藥物時建議保留原包裝及說明書，以便海關人員核查成分與用途。仲有好多中藥材好似天麻、花旗參、石斛，都係受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規管嘅，呢個我哋嚟緊會詳細講。總之，買藥之前最好了解清楚成分，唔好貪方便亂咁買。第5種高危物品就係野生動植物製品，例如象牙、瀕危物種製品、某啲海味乾貨。呢個真係好多長者北上辦年貨嘅時候會中招，而且刑罰係8樣嘢入面最重嘅。根據香港法例第586章《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》，任何人除非根據並按照由漁農自然護理署事先發出嘅許可證，否則不得進口、出口或管有任何瀕危物種，不論屬其活體、死體、部分或衍生物。香港海關列出嘅受管制物品入面，就包括咗好多常見嘅瀕危動植物，例如蘭花、石斛、魚翅、海參、海馬、紅膽、天麻、花旗參、沉香、仙人掌、蘇眉、龍吐珠等等。你冇聽錯，蘭花都係受管制嘅。仲有好多香港人中意買嘅花旗參、天麻呢啲中藥材，全部都係受管制嘅。呢啲物品唔係完全唔准帶，但必須預先向漁護署申請許可證，而許可證係非常之難申請嘅，一般旅客幾乎冇可能拎到。任何人士如果違反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嘅要求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被罰款港幣1000萬元及監禁10年。真實案例方面，2025年10月，一名39歲嘅女旅客喺羅湖管制站被截查，海關人員喺佢嘅手提袋同背包入面檢獲10隻懷疑受管制屬瀕危物種嘅活鸚鵡，以及43隻活鳥，估計市值超過50萬元。同年12月，一名52歲婦人喺落馬洲支線管制站被截獲，背囊入面藏有4條懷疑受管制屬瀕危物種嘅活體龍吐珠同活體江熊，估計市值約52000元。仲有，海關曾經喺香港國際機場檢獲714隻懷疑受管制屬瀕危物種嘅鳥蛋，估計市值約1000萬元。呢批鳥蛋如果成功孵化，會係一個龐大嘅走私集團。呢啲全部都係真實嘅案例，唔係作出嚟嚇你嘅。大家要記住，就算你只係帶一盒花旗參、一條魚翅，甚至一盤蘭花返香港，都係犯法嘅，而且刑罰極重。如果你真係有需要帶呢啲物品入境，必須事先向漁護署申請許可證，而申請過程需要幾個月，一般旅客根本等唔切。第6種高危物品就係未經申報嘅大量現金，呢個可能好多人都唔為意，但其實亦都係一項刑事罪行。根據香港法例第629章《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》，任何人從香港境外地方抵達香港，如果管有總價值高於12萬港元或等值外幣嘅現金類物品，必須作出申報。呢度講嘅現金類物品包括港幣、外幣、銀行本票、旅行支票等等。香港海關已經推出咗電子表格服務，讓旅客可以喺出入境前預先透過電子方式申報，非常方便。如果攜帶超額現金而未有申報，
可能會被檢控，超額部分亦可能會被充公。真實案例方面，皇崗海關曾經查獲一名旅客攜帶未申報港幣116萬元出境，關員發現佢嘅黑色斜孭袋機檢圖像異常，檢查後發現入面裝有大量港幣現金。另外，亦有7人車司機將61萬港元現金載喺外套入面，嘗試違規過關，結果一樣斷證。所以大家如果北上帶錢，記得計清楚，超過12萬港元就要申報，唔好諗住載喺袋入面就冇人知，海關嘅 X 光機一掃就無所遁形。第7種高危物品就係管制刀具同仿真武器。好多香港人北上可能會買一啲刀具返香港，例如廚房用嘅菜刀、生果刀，甚至係一啲工藝品匕首。但大家要留意，部分喺內地可能只係普通日用品嘅刀具，喺香港可能屬於管制武器。根據香港法例第217章武器條例，管有中國式飛鏢、重力刀、重力操作鋼棒、指節套、附有手柄鐵鏈、彈簧鋼棒，以彈簧或其他機械裝置彈出刀刃嘅刀，都屬違法。一經法庭定罪，可被判罰款1萬元和入獄3年。仿真武器方面，所有槍械、彈藥、武器，包括仿製火器，都需要入口許可證。違規進口可導致沒收及罰款，高達50萬元及監禁14年。所以大家北上買刀具或者玩具槍嘅時候要格外小心。你以為只係普通嘅工藝品或者玩具，喺香港隨時可能被視為違禁品。特別係一啲具有攻擊性嘅摺刀、蝴蝶刀、彈弓刀，即使你話係自用或者收藏，都係犯法嘅。第8種高危物品就係未經檢疫嘅動植物同肉類製品。呢個又係好多北上辦年貨嘅香港人會中招嘅位。根據香港法例第132AK章進口野味、肉類、家禽及蛋類規例，任何人不得在沒有衛生證明書及轉運證嘅情況下輸入肉類及家禽，違者即屬犯罪，可處第5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。如果係全屬肉類，喺行李中攜帶合理嘅數量以供自用，就不受限制。例如你去清遠旅行，帶一隻馳名清遠雞回香港，只要隻雞係全熟就冇問題。但係只要唔係全熟嘅肉類，包括半熟、經穿水處理、煙燻、風乾、醃製嘅肉類，全部都係受管制嘅。換句話講，臘肉、臘腸、火腿、風乾牛肉、煙燻魚呢啲常見嘅手信，一律都係未經檢疫嘅肉類製品，帶返香港即屬違法。環境及生態局亦都講過，市民若攜帶未徹底煮熟嘅野味、肉類或家禽入境而未持有法例規定所需文件，均屬違法。另外，未經檢疫嘅活體動植物都係受管制嘅，例如有人將3隻小貓藏喺背囊入面想帶嚟香港，結果被海關截獲。根據狂犬病規例，任何人非法輸入動物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被判罰款5萬元及監禁1年。而家社會好關注動物權益，呢類案件嘅刑罰可能會更加重。所以大家北上買手信嘅時候要留意，所有未經煮熟嘅肉類製品，一律都係受管制嘅，就算只係穿過水嘅肉都唔得。如果你真係好想帶，必須預先向食環署申請衛生證明書，但呢個程序非常繁複，一般旅客根本做不到。講完呢8種高危物品之後，我想同大家分享多幾個真實嘅案例，等大家知道呢啲嘢唔係講下就算，真係有人因為咁而中招，而且後果可以好嚴重。先講超額煙酒嘅案例。除咗頭先講嘅數字之外，海關喺2025年12月曾經破獲一宗大型走私案，喺落馬洲管制站截獲一輛跨境私家車，喺車廂暗格搜出超過200條私煙，市值超過100萬元，司機當場被捕，最終被判監禁18個月。呢個案例話俾我哋知，即使你只係幫人帶多幾條煙，如果數量龐大，海關會視為走私，刑罰會以年計。再講瀕危物種嘅案例。2026年1月，一名62歲嘅退休男子由泰國返港，喺行李入面被發現藏有73件懷疑象牙製品，包括筷子、印章、首飾，總重量約3公斤。佢聲稱係喺當地市集買嚟做手信，但因為冇許可證，最終被判罰款10萬元及監禁3個月，緩刑2年。呢個案例好值得長者留意，
因為好多退休人士去旅行都中意買當地手工藝品，但象牙製品喺全球都受管制。你以為只係小禮物，但帶返香港就變成刑事罪行。藥物方面，衛生署曾經喺尖沙咀、銅鑼灣、上水及元朗等多區突擊巡查，檢獲約100盒懷疑未經註冊嘅止痛藥，包括好多人會喺日本買嘅 Evquick 止痛藥。根據香港法例，呢啲藥物攜帶入境可能屬違法行為，最高可被罰款10萬元及監禁2年。有網民分享，佢只係帶咗3盒止痛藥自用，結果被海關截獲，全部充公之餘仲要罰款5000元，真係得不償失。現金方面，除咗頭先講嘅個案，仲有一個更經典嘅案例。一名商人由澳門返港，攜帶咗50萬港元現金，但未有申報，佢聲稱唔知道有申報要求。海關最終充公咗其中30萬，即係超過限額嘅部分，佢淨係拎返20萬。30萬就咁冇咗，仲要留低一個記錄，以後過關都會被特別關注。肉類方面，環境及生態局指出，有市民攜帶未經完全煮熟嘅肉類入境而被檢控，2026年嘅檢控數字比上年同期多咗50宗。政府亦都計劃同內地當局合作加強宣傳，喺各個口岸播放宣傳短片，提醒旅客唔好帶未經檢疫嘅肉類返香港。睇完呢啲案例，大家應該明白，好多人都係以為冇事先中招，唔係故意犯法，但都要負責任。法律唔會因為你唔知道就放過你，唔知者不罪呢個講法喺法律上係未必成立嘅。法庭一般會認為，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成年人，你有責任去了解相關法例，特別係你經常出入邊境嘅時候，所以千祈唔好心存僥倖。咁究竟我哋過關嘅時候應該點樣自保呢？我而家同大家分享幾個實用嘅貼士，呢啲貼士係綜合咗好多過來人嘅經驗同法律專家嘅意見。出發之前，你一定要查清楚香港海關網站最新嘅受管制物品清單。海關嘅官方網站有詳盡嘅資料，圖文並茂咁話俾你知咩嘢帶得，咩嘢帶唔得，仲有最新嘅罰則。唔好信街坊，唔好信網上討論區嘅所謂攻略，最準確嘅資訊一定係來自海關官方。另外，漁護署嘅網站都有列出瀕危物種嘅名單，如果你打算買海味或者中藥材，最好先上網睇清楚。過關嘅時候，如果你有疑問，主動向海關申報好過僥倖唔講。香港嘅海關通道分為紅色通道同綠色通道。如果你攜帶咗任何超逾免稅限額嘅應課稅品，或者攜帶咗任何受管制嘅物品，你必須使用紅色通道向海關人員申報。如果你唔肯定自己帶嘅嘢時唔使申報，寧願行紅色通道問清楚，都好過行綠色通道搏懵。記住，主動申報同被海關查到，後果可以差好遠。主動申報嘅話，通常只係充公物品或者要你繳稅，最多俾個警告，但被查到嘅話，就係刑事檢控，要上法庭。消費嘅時候，你要留意賣家有冇提供合法證明，特別係中藥、海味呢類產品。如果賣家話呢個唔使申報㗎，個個都咁帶㗎，放心啦，冇人查嘅，你千祈唔好信。賣家唔會為你嘅違法行為負責，最後中招嘅係你自己。你要記住，所有受管制嘅物品都必須有官方發出嘅許可證先可以攜帶，冇證就係違法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就係唔好心存僥倖。好多人都係以為應該冇事啩，唔會咁啱查到我啩。我帶咁多次都冇事，結果就係因為呢種心態而中招。海關每日喺各個口岸進行隨機抽查，你永遠唔會知道自己會唔會係下一個被截查嘅人。而且而家海關用咗好多新科技，例如人工智能 X 光機、風險評估系統，可以精準咁鎖定高風險旅客。你嘅行李一過機，有冇違禁品一清二楚。另外要留意嘅係，電子煙同加熱煙呢類另類吸煙產品，香港係全面禁止嘅，無論係電子煙、加熱煙定係草本煙，亦不論其煙彈、煙油或煙支數量多少，攜帶即屬違法，罰款最高可達5萬元。仲有生果、蔬菜、植物呢類農產品，如果未經檢疫都係受管制嘅，特別係有泥土嘅植物，絕對唔可以帶。仲有一個好常見嘅陷阱，就係幫人帶貨。好多時親友會叫你幫手帶啲嘢返香港，
話係手信或者禮物。你一定要問清楚係咩嘢，如果對方講唔清楚或者神色閃爍，你千祈唔好答應。因為如果入面有違禁品，海關只會追究攜帶者嘅責任，你唔可以話我幫人帶嫁就甩身，你係要孭晒所有法律責任嘅。最後，如果你真係唔小心帶咗違禁品而被海關截查，你嘅態度好重要，一定要保持冷靜、合作、坦白交代，唔好爭辯或者隱瞞。如果你態度良好，主動承認錯誤，海關可能會從輕發落，例如只係罰款而唔會檢控。但如果你態度惡劣，講大話，甚至試圖逃跑，後果會非常嚴重，法庭會視為加刑因素。好，今日嘅內容去到尾聲，等我同大家總結返幾個重點。第一，北上返香港過關，有8樣嘢你一定要特別留意：超額香煙同煙草產品、超額酒類、仿冒品同假貨，含有受管制成分嘅中藥同藥物、野生動植物製品，包括好多常見嘅海味乾貨、未經申報嘅大量現金、管制刀具同仿真武器、未經檢疫嘅動植物同肉類製品。呢8樣嘢係海關截獲最多、市民最易中招嘅類別。第二，每樣嘢嘅後果都可以好嚴重。超額煙酒唔申報，最高罰款200萬同監禁7年；仿冒品進出口，最高罰款50萬同監禁5年；受管制藥物，最高罰款10萬同監禁2年；瀕危物種，最高罰款1000萬同監禁10年；未經檢疫肉類，最高罰款5萬同監禁6個月；管制刀具，最高罰款1萬同監禁3年；超額現金未申報，可能被充公；電子煙全面禁止，罰款5萬。每一項嘅刑罰都唔係講笑，絕對會影響你嘅人生。第三，自保嘅方法好簡單，出發前查清楚海關網站嘅最新清單，過關時有疑問主動行紅色通道申報，消費時留意有冇合法證明文件，最重要嘅係千祈唔好心存僥倖。記住，主動申報係你嘅權利，亦都係你嘅責任。第四，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。唔好以為自己係長者、係師奶、係學生，海關就會網開一面。事實上，海關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，只要你違法，就會被檢控。所以千萬唔好因為自己嘅身份而掉以輕心。最後我想同大家講，北上掃貨開心，但一定要識分咩帶得，咩帶唔得，好過因小失大。每個人都想慳錢，都想買到平嘢，但係如果為咗慳嗰少少稅，為咗帶多幾包煙，為咗買瓶幾百蚊嘅假貨而換來刑事紀錄甚至監禁，真係唔值得。刑事紀錄會跟你一世，影響你揾工、移民、借貸，甚至影響你嘅家人。如實申報，安心過關，先至係最聰明、最穩陣嘅做法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得分享俾成日北上嘅親友，等佢哋都了解清楚過關嘅風險同注意事項，唔好踩中地雷。呢條片嘅資訊可能救到佢哋一命，至少救到佢哋嘅荷包。最後，留言話俾我哋知，你或者你朋友過關嘅時候有冇中過招，或者有冇聽過其他人嘅經歷，歡迎喺留言區分享討論，等我哋一齊互相提醒，互相幫助。你嘅分享可能會令其他人避免中招，積返唔少福氣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冚埋個小鈴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拜拜。